再來看今仔日早起11點半的時，新北市淡江大橋正式來通車，有袂少人呢一透早就去到附近的等待，想要第一時間就來體驗爬上橋頂的感受。也毋過其實這現場狀況是袂少，有這在地里長甲民意代表是不管無受到邀請來參加這通車進前祈福的儀式，去到現場來甲抗議。拄開放通車，淡江大橋機車道雖出現車陣來塞車，不過佇透早10點外還未開放通車進前，竟然有一位男性騎機車去哩淡江大橋，伊是對八里挑工違規上橋的。我們前面有做攔截，你為什麼強衝？我覺得非常不合理。我做這件的起因是，我覺得機車道非常的不合理。別人的安全呢？你有沒有想到？違規上橋，佮騎汽車道，這位男性當場互帶轉去警局，車是甩違保管。因阿佇淡江大橋通車進前，交通部公路局早時舉辦祈福祭拜儀式，不過地方的里長甲民意代表未爽無受邀請，就靠來佇外圍抗議，互警方擋落來。部長！我沒有想到說，我們中央政府，我們交通部如此的蠻橫，如此的無理，如此的不禮貌。我們的活動已經辦了10幾次了，所有的里長跟民意代表已經來了不下4、5次以上了。那今天是我們的內部的祈福的活動。淡江大橋開放通車了後，淡水甲八里兩個所在也有全新的交通模式。新北市府也規劃4條新的公車路線，13正式上路，不過愛先預約。另外，新北市交通局也提醒，禁止佇大橋四邊背空翕機，那違規上當會當罰30萬。記者綜合報道。